亦都係要包括埋咧，其實佢哋要有均衡嘅飲食，或者我哋講緊咧佢哋一啲進食嘅時間。咁啊暑假可能其實佢哋都未必會有定時進餐啦。咁但係去到開學嘅時間咧，我哋就要維持翻佢哋有一個定時或者有個均衡嘅營養啦。咁就避免佢哋真係要飲茶啊或者咖啡嗰啲用品，依賴呢啲用品咧去幫佢哋去調節。以免其實會影響到佢睡眠嘅質量嘅。咁啊，至於可能暑假期間，我哋有時都會咧，都未必會考慮啊，究竟一啲動態嗰活動啊、運動嘅時間，又或者靜態嘅活動，因為其實小朋友嘅時間表係比較彈性，但係去到我哋講緊咧，預備翻去開學嘅時候咧，所有一啲體能相關動態嘅活動，即係譬如做運動啊，譬如食完飯、夜晚飯，我哋先至去跑步，或者我哋會打波嘅，呢啲可能我哋就要有一個調整。呢啲活動仍然係可以進行，咁但係咧可能係安排日頭嘅時間進行，而夜晚主要進行啲靜態活動，以免干擾咗佢哋之後嘅質素。咁啊成個我哋講調整規律嘅作息嚟講咧，個重點就係俾小朋友有個機會去熟習個規律嘅作息同埋個流程。咁咧，所以家長要明白啦，要等小朋友去熟習呢個流程嘅話，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咁希望家長已經開始咗呢個嘅規律嘅作息嘅調整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剩翻個零嘅時間咧，個禮拜嘅時間咧，真係要密鑼緊鼓去開始等小朋友去熟習。否則我哋都會覺得有陣時候咧，唔夠充足嘅時間，個小朋友有機會咧，其實到去到開學嘅時候都未必可以調整得好好。當然亦都要需要耐心啦。有部分家長會覺得啊，如果小朋友都真係做唔到家長嘅要求嘅話咧，不如由得佢先啦。開咗學啲嘢就會順其自然，就會冇乜嘢噶啦。咁咧，其實你要知道咁可能咧，其實去到開學嘅時候就會有更加多嘅阻力，或者可能更加多嘅問題會產生，因為小朋友唔係有足夠嘅休息。咁另外就係要留意，其實好多時嘅過程都真係需要循序漸進嘅。意思就係話，就住可能小朋友要提早上床休息瞓覺啦嘅時間，我哋唔係可以，我哋唔建議係一刀啊。可能我哋喺而家剩翻個零禮拜嘅時間，我哋每日提早10至15分鐘上床瞓覺。咁預計一個禮拜之後，可能都已經係提早到1個鐘頭鬆啲嘅時間咧，佢哋去休息。1個至2個鐘頭休息。咁所以家長要留意避免操之過急啦，或者有陣時候即係另外就係喺調節嘅作息嘅時間嘅安排嚟講咧，我哋有時都會家長都會喺個過程裏面都希望及早其實去教導翻小朋友嚟緊開學好多相關啲學術嘅知識。特別係就住佢哋有啲學習嘅時間，可能都既然咧佢哋又唔使點溫書，又唔使考試測驗，咁不如咧嚟緊新學年嘅嘢都教咗俾佢先。我哋建立一個時間表，當中有學習嘅時間，其實唔係鼓勵家長過早去灌輸佢哋未學嘅一啲學術嘅概念。咁但係咧呢個時間嚟講，我哋希望都係家長咧培養佢哋一個學習嘅時間同埋嗰個一個習慣。咁咧，以免其實我哋太過多學習時間都喺度灌輸佢哋啲概念嘅話咧，其實會影響得到佢哋學習興趣同埋動機。當然啦，調整作息有陣時候咧唔係一定順利嘅，特別係有啲學生咧可能都會面對家長嘅時候有一啲唔同嘅反抗啊、阻力啦，可能佢哋會覺得其實點解要調整咧，或者點解唔可以俾我瞓晏啲咧？所以咧，其實家長都要留意，希望配合埋一啲獎勵啦、正面嘅肯定同埋讚賞，去推動佢哋能夠持之以恆去完成要做嘅嘢。